来是台中的警方发现一个男子有枪，就去因兜来搜索，结果男子就走互警察约，走到一个草坡走无路线跳落5米深的圳沟，后壁追捕的警员一个无注意，嘛对咧栽落圳沟内底，加在无受伤。啊，那迄个男子跳落水沟的时阵受伤了，倒伫咧涂骹疼甲哀哀叫，警方叫救护车甲送病院。 阮警察请来到现场的查甫人，伊所在的所在伫桥。这个查甫人一个看到警察上门，赶紧走入后壁的草坡出来，跳入5公尺深的圳沟逃走，要甲掠的远景一个无识字嘛栽落去。小心小心！向落落来，慢，落落，向落落，过来这吧。感觉还可以啊。 警察员员赶紧来看卖，加在无受伤，电到是跳落圳沟这个查甫人头壳甲颔管有受伤，倒伫涂骹，人安尼爬袂起来。卖走就好啊，你是走啊？有叫。警方叫救护车将这个查甫人送去病院，后来伫大个所在发现一支仿金鱼做底枪甲29粒的枪支。一个调查发现讲，这个查甫人平时是咧做卫浴设备的，因为对枪有兴趣，所以讲透过网络买枪。为逃避搜捕，跳下住处后方高达5公尺深之圳沟。警方为防止逃逸，亦奋不顾身跳下圳沟追捕。陈显头部、颈椎受伤倒地不起，在圳沟内哀嚎，躺在地上狼狈招逮。这个查甫人自以为对附近的地形了解，为了多撇追捕，密入草坡，佮跳下圳沟要逃走，结果呢头甲颔管有摔着伤，佮被依照枪炮罪嫌移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